母价，将五匹老母前30公里，前到10公，再10公，30公，分到10公，再10公，30公。 新义义和爱祥启慧班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倒立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倒立鞠躬，再鞠躬，3鞠躬，恭请点传师慈悲。 前倒立鞠躬，坤倒立鞠躬，请坐下。各位领任、副领任以及五处处长。 副处长以及各位组长，各位全选大德，大家早安。早安。今天呢，就是我们例行性的这个每个月的启慧班，今仔日呢，会使讲咱必受着上天慈悲，降福之因。 咱老祖师的方处台湾，以及咱师尊师母领受天命，来普渡这个大德良因，咱老前人的5代牺牲，来到台湾的牺牲，这个无限的，会使讲使咱大家会当来感念，会当来得到修道。 以及咱二修大仙陈前人咱义和的这个大家长咱就前人的领导副前人各位这本书以及咱各位前人大德的这个扶持，所以咱今仔日咱成立这个班这个启慧班，咱今仔这个班呢叫做启慧班每个月。 拢有诶啦拢有时间嘛足紧，咧过足紧啦时间过咧过紧无？即个月也4月嘛4月，那伊农历叫做3月嘛3月，咱伫电视中请看到啥？讲我这雕妈祖但是安尼咱从3月12开始啦对昨也是今仔日开始大家咧烧妈祖，伫迄个电视咧讲咧看咧，有报名的差不多有40几万人40几万人有济无？有啦但是呢，伫迄个这个庙寺咧动员较济啦因为迄种的当然，大家会当讲有非常的诚心对于妈祖的这个虔诚的这个敬意就是咧效法妈祖的这个慈悲咧度人但是咱今仔日，咱今无烧香咱今仔日来到这咱这个佛堂，找袂使来定的但是这拢叫做静营。 这个经营啦，要去遐8天7日，去遐安尼填队，当然是无简单，无简单啦，咱有法度无？要讲8天7日去遐，真正无简单啦。但是咱若甲想，
咱也会当用着迄个八工七日遐尼诚心，哦，而且啥咧，这态度来修道，安尼就想要，会啦吼。啊，所以叫做劳节，哦，人这叫做劳节。但是咱今仔日来这个开这个课程班，就是咧聆听，哦，讲师咧讲的这个佛法，哦，什么叫做佛法？啊，佛法伫对呀？佛法毋是去山内咧叫做佛法呢。所以六祖真经捌甲咱注明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间。哦，烦恼即菩提，烦恼大家拢无爱吼，但是烦恼会当互咱感冒，痛苦嘛会当互咱感冒，会当互咱咧去体悟。所以学吼，咧学习叫做学问，吼，学就是啥？就是要来体悟尔啦。哦，啊问就是啥？问咧找出路，所以啊，咱学问。敢是安尼？学就是咧啥？互你体悟。你学啦，你爱去体悟。像今仔日咱来听八点着，经过讲师讲话，咱来去体悟。哦，毋是甲听就乱过咧。哦，啊，逐个咱行讲师就对啦。啊，听着了，咱会当去体悟了，会当去咧识透，会当咧去实践，知。爱行，所以叫做知行合一。咱若无知行合一，啊就不如不知咧吼，啊坐咧做疲劳，敢是安尼？所以学就是咧重在体悟，啊问就是啥？问就是要找出路。所以明主在甲咱讲，学问之道无他，啊来咧，求其放心而已啦。讲咱咧学咧问，就是啥？个目的就是要找回咱这个心拢向外咧走。像今仔日八工七日吼，迄就是啥？互咱心作动的，咱心拢向外咧走。啊，要去甲找，大概安尼尔啦。啊，互咱咧会当咱咧自信会当维护，咱咧心会当清净。咱咧心若清净，得自性。所以讲啊，咱清净如泉，得诸生。咱若清净，就是像迄泉水相像，迄泉水呢足清的。咱若迄个心若足热，就像迄个水足热。啊，水足热吼，有看鱼啊无？水清，吼，敢有看鱼啊？有啦吼。啊，若热咧？看无对啦吼，啊，所以话讲啊，浑水摸鱼，哦，咱讲浑水摸鱼，就是要对迄个，要招机就对啦，互人无看，啊，咱来做迄个歹个，浑水摸鱼，哦，所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所以咱今日开这个课程班，也是要互咱找回咱的中心。什么叫做客会？今仔日呢，咱以和圣人。每一个单位拢咧开这课程班，啊，课是啥？课就是重课道德良知啊，哦，啊，会就是啥？会就是去除污染，恢复本来，安尼叫做客会啦，哦，因为咱的自性本来就像迄个一头小车，咱是光足足、圆道道、光足足，但是呢。去互迄个乌云炸的，啊，迄乌云炸的叫做热啦，哦，炸了了，今仔日乌阴咧吼，咱上边落雨啦吼，但是呢，若乌云扫开，就亲像咱的内心有这个贪嗔痴爱酒色财气，这污染甲拍开，安尼本身会光明，会啦吼，本身啊，咧清明。所以道行到倒里拢会使，所以道放诸四海而皆准。道不管去到对一方，拢会准，拢会有人会去接受，是安怎？因为道就是咱人的本性，
所以每一个世界各国的众生，伊的本性跟咱相像无？啊无相像？不，那种不兴不变，不国不惊，哦，不惊不降。啊，那讲无大无小，没有大没有小。这个无大无小吼，这有两种意义啦吼。一种就是讲吼，你安尼吼，拢无咧尊重的，叫做无大无小，没有长辈啦吼。但是若讲较深入的怎啊，叫做众生平等，没有大小。咱的自身敢有较大，敢有较细？无啦吼。所以圣人甲咱讲，在天不惊，在凡不减。在天在圣人，伊的自身有较大啦。啊，离咱的心嘛有较细呢。虽然咱讲叫做众生是咱本性甲圣人相像，哦，是因为咱叫污染，咱看袂清安尼尔，伊就互迄个无明甲你炸，啊，无明炸咧安怎会造业，啊，会造业就怎有苦，所以三流转叫做黑业苦，你黑就是白黑，啊，所以白黑爱有智慧来拍开咱的智慧，对不对？啊，你有拍开智慧，你有智慧洗出来，你就袂去随便造业啊啦。哦，啊，你若造业，啊，当然就是啊，就是迄个苦，敢是安尼？我比你一个人，今仔是个食毒的人啦。哦，伊食毒有智慧，无智慧啦吼。啊，食咧当然怎茫茫，对不对？哦，啊好，听讲伊就无法想我食过啦吼。啊，听讲食咧吼，讲足爽快这是咧天文假物咧，敢是安尼？啊，所以就啥，迄个蒙蔽伊的自性。啊，所以你若看迄电视啥咧，都讲迄个香港着啦，讲你啊，即摆叫查着讲毒驾，食毒安尼驶车对啦，啊，弄死人。哦，啊，弄死人，等伊清醒时阵，有苦来无？若无家己去弄迄个电尾条，啊，无较弄死人，爱共赔偿，有当时倾家荡产，所以叫做黑业苦。所以今日课位班就是中客道德，非就是啥？就是企图温障、污染啊，会有本来。所以离大学内底，咱大学边内底头一句就讲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先。敢是安尼？哦，啊，咱老侪人捌甲咱注意啦。大学之道就是自性之体，咱本性的，咱自性的本体，叫做大学之道的道啦吼。道就是自性之体，哦，啊，德就是在明德，就是啥？就是咧自性的用。自性之用，所以叫做体甲用，体甲用，啊，你用啥？用伫啥？用伫咱个生活当中去落实慈悲喜舍，落实咱个行为当中落实咱个德性安尼尔啦。咱个德性叫做慈悲喜舍，这叫做素无量心四项。所以呢，心道德，心的啥？心就是在心明，就是去除污染的这个污的。知的啥？知就是在知先，就是恢复本性之啥？之自然的所以呢，大道。其实无离远啦，讲大道原来是离本心啦，所以咱向来找，安尼就无错啦吼。所以今日体育班就是要互咱会当开启咱智慧，因为最后咧，互我介绍一下咱今日这个讲师啦吼，就是咱高曼讲师，咱高曼讲师，咱高曼讲师咧，这个道行嘛真好，
伊嘛非常的诚心啦吼，伊今仔日要叫咱大家做伙研讨做伙分享的对啥呢？饮食习惯，以突破，要咱突破，咱咧食，身体会嗨去，对不对？就是有咱的饮食习惯有问题啦咱的作业嘛，惊咱的饮食习惯有问题啦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叫咱分享到这所在。最后呢，祝咱大家身体会当健康万事会当如意，阖家会当平安。感谢，谢谢。感谢点传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